呢啲產後衰老原來真係真實存在嘅。記得小朋友啱啱出世冇耐咧，有一日我老婆企喺鏡面前，佢話點解我睇落真係好似唔同咗？唔單止係攰啊，係真係唔同咗，皮膚變得暗沉啦，細紋深咗啦，好似面仲有少少凹入去嘅感覺添。其實懷孕咧係人體生理最強烈嘅變化之一，激素水平咧大幅度咁樣波動啦，再加上可能睡眠不足，一定要花時間照顧 BB 噶嘛。我哋睇研究去發現咧，女性喺呢一個懷孕期間嘅細胞狀態咧係相當於老化咗2至5年咁多喎。更加重要嘅係咩呢？產後嗰幾個月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黃金修復期嚟嘅，身體喺呢段時間咧會反方向調整嘅，慢慢恢復翻正常嘅狀態。如果喺呢段時間好好把握機會嘅話，補充多啲睡眠啊，有適當嘅保養嘅話咧，皮膚係真係可以恢復翻個彈性啦，提升膠原蛋白，改善整體狀態嘅。嗱，我哋做咗30幾年嘅美容科技研究啦，建議用翻一啲有效但係安全嘅方法去改善，用一啲溫和但係有滲透力嘅技術去修復嘅，避免用一啲非常之高能量啦或者破壞性嘅一啲儀器。嗱，我哋做緊母親節優惠㗎，快啲 click 入嚟我哋嘅官方網站了解一下。